后来煞来看郭文摕、郭台铭甲王金平三个人伫这个礼拜日要合体来做伙参加宗教活动。三方的幕僚本地中昼要先来一个会前会，也毋过今仔日传出讲会前会取消，三个人要做伙参加的活动嘛，真有可能会来破局。敢是革命出现着变数，也则是食要做正，食要做副，也未超好势力。台北市长郭文摕请大家毋免预设立场。讲会得啊，离这个礼拜日也阁有2、3天的时间，要阁早咧。是今天中午吗？碧如姐要去哪里？市府郭文蔡碧如无想要加讲，台北市长郭文摕有说明。是一定要开嘛？在哪里开时间？那这种事情坦白讲，我们这种老板也不会晓得。很多东西不必预设立场嘛，哈，大家方便，大家想一想，反正礼拜天来找吧。毋但郭台铭、郭文摕、王金平三方幕僚会前会时间地点一直改，连18日同园可能做伙宗教活动，互人质疑讲有通电的色彩。郭台铭伫考虑，王金平有可能真紧就离开。今仔听讲，郭台铭、王金平两人心人正，心人负，也未超好势。现在关键的点是卡在郭台铭跟王金平，就是两个人都想当正的吗？是这样吗？不是吧？当什么职务？不是那么重要，所以才特别讲老子那个嘛，哈，生而不有，为而不恃嘛，功成而弗惧嘛，哈。其实我倒觉得我们这3个人这种态度还是有的。因要证明一暝才讲郭台铭无选，伊会考虑即摆又搁改啊。目前郭台铭还是在这种平衡状态下最佳的一个平衡点嘛，那如果没有平衡点，再讲嘛。伫走动了后，郭文摕拍拼促成三方的会谈，也毋过大家拢有因的拍算。郭文摕接受访问时讲话真保留，就是避免讲铺好的一条路行袂落去。